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6公视台1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加21个本土枪拿科技抢军资加10例，家人警察军资案加5例。林茂昌宣布，家人224间小食店要休困3天。立陶宛即阵要伫台湾设经贸办事处，咱外交部证实讲，确实有收到申请，目前正咧筹备。美国总统拜登去到波兰，要甲波兰总统会谈。拜登嘛答应要提供11亿美金，到处理乌克兰难民的问题。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增加21个本土病例，82例带病入境。本土病例当中，新北就占超过一半，尤其是树拿科技抢军资一案，各加10例。目前拢总已经有20个人确诊。另外，家人警察军资案各加5例，目前拢总8个人确诊。家人市长林茂昌宣布讲，为今仔日开始，市内224间有咧互人客抢卡拉的小食店，拢要休困3天做消毒。新北树拿科技厂互相烧话继续扩大，26个新增加10例新冠肺炎确定的病例。总计这个工作场所互相烧话已经有20人话到，其中1个人是住伫桃园市。要确认防疫动线都符合规定，而且清消确实，那整个防疫管理才能够复工。复工必须要持阴性证明，才可以到公司上班。新北市另外2例是感染源不明的传播链，其中案例22639是中和区20外岁男性，因为大所在甲案例22598瓦真菌，而且2个人捌同时去过一间超商，检判这个卡料有相关。另外案例22701是三重埔区30外岁女性，因为陪病孙求到病院采检确诊。还过来，这个国人警察互相烧话，佫增加5个人确诊，其中1个人是25已经公布的话着警察，这5个人拢报到源头小食店去食饭。总计这个互相烧话已经8个人话着啊。国人市府宣布，26开始辖区内底224间小食店、加盟卡拉 OK 店，一律暂停营业3天，进行大消毒。为了有效去管制疫情哦，我们本市所有兼营卡拉 OK 小吃店，一律先暂停营业3天。新冠本土疫情在北部、南部各用化工厂互相烧话新增加4个人确诊，总计已经有17人话着。这4例都是3月23号就已经匡列隔离的对象，我们评估社区风险极低。本土疫情继续拖，境外移入确诊个案拜6个增加82例。外界烦恼讲，边境解除禁令进度，入境自主检疫天数对10天降做7天，是不是出现变数？昨天有89人进来，我们85个人都到集中检疫所，只有4个到医院去，所以这医疗量人是够。但市长强调，边境解除禁令无时间表，3月17日后也佫观察1个月才较明朗。也坦白讲，本土的一寡感染是比较烦恼的。记者综合报道。金门马祖为昨暝开始大雾，蒙雾是到甲看无路，交通嘛受到影响。这飞行机的机抓拢取消。金门机场表示，25、26这2天大约有1000多人受到影响，有不少旅客只好伫机场柜台排队登记候补。载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航空公司柜台前排真长的队伍，因为金门受到雾真高的影响，会能见度真差。要往台湾本岛的班机根本就无法度飞，民众行程受到影响，真无奈，只当伫机场耐心的等待。起雾无飞机啊，代志不聚餐，无到去啊，对吧？往台湾的航班有取消了六个航班，就是台北、台中、高雄各2班。昨天跟今天加起来，大概受影响行程的旅客，大概有1000人左右了。原本透早要坐飞机前拢是蔡的交通部长王国材，也因为这场大雾临时取消去金门。金门航空站表示，虽然早起能见度一度来到500公尺，但不过由原无达到起降标准750公尺。台北松山机场往金门的报到柜台也客满后补的人潮。我们要搭10点10分的，那我们8点多就出门，9点多到这边，他就公布说延后啊。根据气象局观测，尾仔去方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离岛地区雾较会散去，不过南部甲华东会开始落雨，中部以北雨势会继续到后礼拜一，西半部拢要注意大雨发生。另外，伫东北季风影响之下，礼拜2到后礼拜一透早上冷，中部以北低温会降到15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预计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雨进来，整个中部以北地区其实可以看到
的雨量上都有比较大。明天晚上到周一会有另外一波华南雨区东移进来，温度上在明天的话，北部会先感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威力哦。气象局表示，要到后礼拜2、29水气才会减少气温回升。不过31还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报道，北部、东北部转凉，气温更降，民众爱注意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甲乌克兰继续咧相战。即阵美国总统拜登去到波兰，伊答应讲会阁提供11亿美金，到处理乌克兰难民的粮食问题。所落来，拜登嘛要甲波兰的总统进一步会谈。另外，有日本媒体报道讲，罗西亚拍乌克兰是拍甲真硬斗，而且阁互真侪国家制裁。有风声讲，罗西亚国内高层是真不满，甚至有可能发动政变，甲普丁赶落台。克拉披萨大嘴吃，美国总统拜登到波兰热舒夫了后，甲波兰代表团见面，听波兰安置乌克兰难民的状况，承诺会阁提供11亿美金处理人道危机甲粮食的问题。了后，就甲美军第82空降士官兵做伙用餐食披萨。We're prepared to provide another $1 billion, as the ambassador pointed out, $1 billion for those who fled and those who are affected around the worl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is war on food security. 拜登呼吁民主国家爱团结应对乌克兰的危机，了后搁一届空军1号飞到波兰的首都华沙。如果会甲波兰的总统杜达针对人道援助，搁有敦促停战的问题做进一步的会谈。整整超过1个月，乌克兰的主要城市受到俄罗斯真侪攻击，互采访第一手消息的记者随时拢有可能遇到危机。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记者团队近日遭受攻击的城市切尔尼戈夫采访的时阵，路顶会当看到真侪难民开车行路离开，记者阁险险受到攻击。离俄罗斯甲乌克兰交战的卢甘斯克地区的卢比日内，即卖也是一直咧交战，一直有徛起大楼建筑互毁掉，互紧急救护人员无法度挖进较近居民的伤亡。乌克兰军除了攻击俄罗斯的军机、战车以外，之前阁成功攻击俄罗斯乌海舰队大型军舰。美国一间科技公司2月嘛公开一间卫星相片，会当看出互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别尔江斯克港口一直上演，正是俄罗斯的大型登陆舰阿尔斯克号互乌克兰炸掉，切断供应俄罗斯伫遮的部队援助。对俄罗斯一直受到打击，日本媒体特别新闻用观察家的言论报道，认为俄罗斯总统普廷因为进步错误，和战事无顺，咱见到进步人员的领袖，加上各国对俄罗斯一再制裁，引起进步人员真不满。未来无排除俄罗斯国内会政变，改变战争的形势。我是新闻台视同朋友。战争和全球的各种能源拢起价，欧盟是答应西班牙甲葡萄牙会当伫限定时间内采取临时的措施，让因的政府家己降价，稳定民生。另外，也门的叛军一直咧攻击沙烏地阿拉伯的能源设施，沙烏地阿拉伯是气甲掉脚蹬地，呛声讲全球的石油供应若准就安尼冻点去，因是袂负责。克里友清自助加油表示，价格的数字是哪跳哪惊人。受到战争影响，全球的能源价格，包括油价、物价，拢一直起。为了平稳能源的价格，欧盟伫峰会表示，因为西班牙、甲葡萄牙、甲其他国家的电力市场连通的比例无够3%，所以允准两个国家伫限定的时间，应由政府实施特别的措施来控制价格。España y Portugal, a partir de hoy, podremos poner en marcha medidas excepcionales, acotadas en el tiempo, lógicamente, para reducir los precios de la electricidad a nuestros consumidores, a nuestra industria y a nuestras empresas. 美国加州油价是全国上悬，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加州州长宣布补助政策，每一台有注册的汽车车主会当补助400块美金，一个人上悬会当补助2台车。政策若是提案通过，上紧为7月开始，会当得到补助。We don't know how gas, how much gas is going to go up, keep going up, and I don't think $400 is appreciated, but it's not enough again. I hope there's a better solution for this.
在各个替能源起价制定平稳方案的时阵，也门破军胡塞组织过去几天一直攻击沙烏地阿拉伯的能源设施，另外都有石油厂和破军用无人机甲飞弹攻击，造成2个油槽起火。胡塞组织表示，除了攻击油港甲炼油厂，更会对沙国的首都利雅得的部分重要设施发动攻击，互沙国真相起讲，破军过去将近3礼拜是一直攻击能源设施，若是因此造成全球石油供应断期，因无要负责。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咱台湾去年伫立陶宛设代表处，和中国起噗噗制裁立陶宛。不过立陶宛是真坚定，坚持嘛要伫咱台湾设经贸办事处。咱外交部嘛证实讲有收到申请啊，目前正咧筹备。另外，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进前呼吁美国赶紧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不过，前 AIT 的处长讲，蓬佩奥这款言论会引起中国的不满，外交应该要有实际做法较妥当。台湾甲立陶宛宣布要互相设代表处，去年11月，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正式挂牌来运作，互双方关系更加向前迈进。却是因此引发中国不满，推出一系列经济制裁。不过立陶宛却是唔惊。立陶宛经济甲创新部长亚莫内特讲，已经完全准备好啊，要伫台湾设立经贸办事处。外交部2日证实，已经收到正式申请。外交部除了再次表达诚挚欢迎之意，也将就立陶宛设处的事情继续提供各项必要协助。台湾甲立陶宛关系深化，得到国际成员，特别是美国，参议以23更加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决议案，支持立陶宛增进甲台湾的关系，也鼓励世界各国共同对抗中国胁迫，展现台美伙伴关系真深。也毋过美国是毋是有可能亲像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讲的同款，外交承认台湾？前 AIT 处长苏道文怀疑，讲这个讲法是毋是有先甲台湾政府讨论过？我们总是应该跟台湾讨论。才能我们说，因为如果有一个不好的中国的反应，台湾是那个他们的目标。苏道文强调，绝对支持美国甲台湾更加亲近关系，包含在国防甲经济方面，应该采取更加务实的做法。美国华府智库专家格拉伊相关在一份报告内底呼吁，中国一直来歪曲连带27500号的决议，散布决议认定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错误理论。美国应该更加有效来反制，包含联合理念相关的国家挑战中方的讲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这行船制度是真欠人，业者只好拢找外籍的船员，不过其实为普通的船员到干部拢真欠工。为着稳定产业的运作，渔业署今年头一摆试办，和一寡较资深的外籍船员做伙参加台湾籍干部的训练课程，和外籍的船员嘛有机会做干部，希望透过这款方式解决欠工的问题。船员伫轮机实作工厂内底听老师解说设备的操作，这是渔业署在龟壳台旗津校区为台籍船员开设的2等轮机长的训练班。而今年的学员内底，加一个在近海渔船工作9年的资深印尼籍的船员，伊来这学目的是为了未来有机会会用升任干部。比较好啊，比较多。还可以去理解说，我们这堂课主要是在操作什么样的机械，然后可以对就是船上有什么帮助。近海甲远洋的渔船长期欠渔工，虽然业者引进外籍船员来补充，不过大部分做普通的船员，因为干部的船员必须经过训练甲考照。不过咱国民众较不爱上船工作，真侪人考照了后无愿意上船，造成欠工的问题也是无改善。台籍的船员还是没有办法补充上来啊，虽然这几年来渔业署有在推广，比如说半年给你50万，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船员荒。台湾大约有1万多名外籍的渔工，渔业署去年原本想要为外籍的船员开设一定的管轮班，不过受到疫情影响无开成。今年就头一摆开放，予资深的外籍的船员参加台籍的船员的训练班。雇佣的外籍渔工来台湾也很久了，甚至也变成手。那他们或许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缺训练跟缺那个证照。经由训练，甲配合未来相关法规的调整，互外籍的船员有机会从事干部有更加好的收入，也从事其他外籍的船员的前景，留住人才。渔业署讲，若试办成效良好，希望会使经由这款的方式来稳定产业的人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地方消息，高雄南仔溪有一间食品业者，和民众检举，讲因提供过期的食品，和机构组团体供餐。
接通报去稽查，正是发现业者有囤米、盐啊、甲巴达等等杂含过期的食品，而且囤货理由阁讲袂出来，所以卫生局要照食安法来处分，罚6万以上2亿以下。白米今年1月初就到期啊，这果接得较久，去年12月中就过期啊。但这寡食材煞搁放伫业者的仓库。高雄市卫生局接到检举，南马溪这间食品业者提供过期食品予机构团体照卡使用。我们现在一切就是走法律程序，那我们目前就是不再对外发言。业者发觉讲无用过期食品，佮讲要追究检举人的法律责任。业者伫南马溪的餐厅226号无营业，到送货人伫后壁搬货。但卫生局稽查人员前2天派人来稽查仓库甲灶骹顶5个所在，就发现其中2处放白米、盐啊等杂含过期的食品。逾期的白米、佛跳墙、果汁、里脊、猪排、小汤圆及人造奶等10项食品。当场予以封存，责令业者不得擅自移动，并带回相关市政漏业来厘清来源与流向。业者交代袂出来是安怎要囤这寡过期食品，互卫生局感觉真可疑，要以违反食安法处6万块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嘛呼吁所有的食品业者爱确实管理，唔通违法，啊若无，就要面对真悬的罚金。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当年的3月、4月，都大阵的石斑鸭会为高雄茂林搬上北，会听伫森林的拿来休困生团。拿来乡的石斑鸭贵，今仔日嘛起过咯，数量已过清明迄卡刀的上济。若这段时间，只要1分钟观测到250只以上鸭，就会通知高公局，甲国道外口迄道的路封起来，让互鸭来清耍。石斑蝶伫空中规定咧飞，规工统计落来，数量会当达到4万多只。这是森林县拿来乡，当年石斑蝶为高雄茂林向北清耍的时阵，拢会伫遮停留，过拓西后一带。拿来乡公所就安尼伫因一定经过国道3号附近种美观食物，互石斑蝶会当就近找食。这是全世界唯二2种蝴蝶能够大量迁徙的蝴蝶，就是我们的其中之一。这个紫斑蝶就是在我们会大量迁徙在我们林内，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哈。为了互民众了解石斑蝶迁徙情形，拿来乡公所也举办石斑蝶季活动，互导览员伫现场解说石斑蝶的生态。根据保育团体观测，为3月初1到今已经有16万只石斑蝶为拿来飞过国道迁徙北返，比去年只观测到8、9万只较侪。今年已经恢复正常族群数量，推测清明节前后也有大量的野群出现。我们最近一直发现到说，它在南部地方还有很多的点累积在后方，那预估应该是清明节前后会有一个很大的量出现，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一直在做监测。台湾石斑蝶生态保育协会表示，若讲观测每分钟超过250只石斑蝶，就会通知高公局，将国道3号就北251至253公里的外侧车道甲路径封起来，来保护野群。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推出一个台语版的倒仔耍，合作山海的厝边，互囡仔会当哪耍哪学着各种新笔的台语要安怎讲，入捌咱台湾的自然环境。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如果台语是怎么讲？叫做亚伯。亚伯。囡仔在倒仔耍顶悬的生物模型，熟悉因的名甲所在的环境，这是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新出的台语版《山海厝边倒仔耍》，用游戏来了解台湾的生物多样性。譬如讲，我知影黑冠马路，但是我唔知影台语伊要怎讲。咱就知影讲，咱甲教讲，这个物件叫做暗公鸟。碰气。碰气，它为什么叫碰气？因为它的尾巴怎么样？蓬蓬的，对对。志刚老师讲，因本地就是台语底，但是像生物的专有名词，有的真正是真困难，所以伊嘛会去想讲是要安怎形容，互囡仔吸收。科教馆嘛表示，这套倒仔耍分做5个区域甲城市，红树林等等的动植物，嘛有台文手册，互囡仔通豆豆学看字。你要翻的时阵，你会翻讲，华语安尼讲无唔对，不过台语就无安尼讲啊。而且这个翻译的过程里面，内底吼拢爱把迄个文化的部分考虑
考虑入去。科教官表示，这套山海厝边进前就有花旗版本，为着推广母语，因阁特别找台语团体专家合作，甲一寡官邸用花旗照翻的新物，找出大家较通接受的台语讲法，嘛希望囡仔通透过耍认捌咱的生态环境。记者陈亚文、谢桂林、徐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6度到19度，中部地区17度到24度，南部地区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18度到24度。外岛地区14度到23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接下来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带观众朋友来看鹿港有一群少年人安怎把传统音乐找到转来，用北管演奏出新的声音。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